台南到澎湖的航线除了坐飞机，过去安平到马京的观光交通船，因为防疫的关系，一档只营运2-3个月。为了迎接暑假旅游的旺季，家己发展跳岛旅游的优点。市府观光旅游局积极甲着航港局以及专运公司来协调，总算促成每礼拜2班的固定航班，将伫后个月7月8号来启航。上午伫市府举行启航活动的宣传记者会。每次的机位大概只有50几个，我们这次船运大概有149个，就几乎是3倍大。那而且这个航行的时间差不多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要搭飞机手续比较繁复一点，那搭船很快，那航程又只有2个半小时以内就到了。那我们很感谢永捷公司跟一起来开辟这个航线那能够让台南跟澎湖之间都各有特色的观光旅游能够串接在一起，成为民众旅游的最佳选择。不管去澎湖看花火、吃海鲜，或接着下来台南安平逛老街，那这个吃美食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伴手礼又特别多，欢迎大家一定要来这个安平搭乘这个台南安平马公的航线哦。目前固定的航班是每礼拜2甲拜5。各一班安平到马京的往回，原本专票1500块，次营运优惠只有999块，半票600块。希望台南澎湖的跳岛游艇，唔定会用互两地游客加一项便利的选择，也欢迎国内外旅客做伙来体验海洋的观光。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